在地上大条来看杭州亚运都结束，咱台湾选手摕到真好的成绩。接落来，咱国内要举办全国运动会，2月要起稿，这届全运会是伫台南举办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专工邀请选手甲民众做伙去台南看比赛兼佚佗。也毋过，即马台南天狗日的疫情也是同款真严重，疾管署就建议民众爱穿长裤长裤，才袂互放假。舞台变做大型古城的模样，这是今年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典礼。舞台模具影片，杭州亚洲运动会都结束，台湾得到19金、20银、28块铜牌的好成绩。所落来全运会2月就要伫台南起稿。台南市即摆要以400年来的古城人文历史做主题，欢迎运动选手甲民众入城去台南看比赛兼观光。亚运也好，或者是呢这个奥运啊，很多我们国内的优秀的选手。他都是从我们国内的3级、4级的这样培训体系呢培育出来，其中呢也是经过了国内呢最大型的竞技的赛事上面脱颖而出。大家来台南看全国运动会的时候，不只是看选手优质的表现，在每天的赛事结束之后啊，一定要来台南走走逛逛。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，台南人16年了后，总算搁一摆办全运会，已经做焦全的准备，迎接选手甲民众。不过，台南今年到今天口热病例累积超过14000例，10月初3到10月初10，全台新增加2527个本土病例，其中台南市就占2248例，是占8成8。所以其实室外是比较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室内的场馆我们已经做好最好的防蚊的准备。登革热的疫情虽然跟前周比较起来降低了16.6%，但是目前我们登革热的一个疫情仍然是属于高峰期。虽讲这礼拜台南天狗日疫情无加悬，但是疾管署讲防疫袂使放零，有可能是因为连续假期期间部分医疗院所休困，通报可能有侦查。目前评估过来天狗日传染的风险也是真悬，民众爱保持警戒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